南投草屯镇农会帮助农友行销高丽菜，马甲部分的收成捐予伊甸基金会。邱青龙含农业技工协助带领市建会合款来教行免水搁大粒的高丽菜。他们采摘的高丽菜呢，除了呢，他们可以去做一些料理，然后帮助这些菜农采了大概60颗的这个高丽菜呢，送给这个伊甸基金会。高丽菜园主人讲，这阵啊高丽菜价销是那个土，今麦还有一个外地差不多3万外粒的高丽菜也未办。感谢农会替行道行销高丽菜。今年菜价实在到目前为止啦，是土啦。真感谢讲，阮草屯农会有要甲咱斗3工。草屯镇农会讲，希望当借由少年仔同齐来到推动在地农业和社会贡献。未来卖继续举办这小型活动，邀请大家做回来家做爱心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